对缅甸、泰国、寮国感觉嘅金三角地区，许多屏东理工、高雄民农感觉嘅草地为首，一群滇缅孤军提记者嘅上京热当，提记民农老早讲嘅送民农人入幕爱嘅老农海河床体落实。历史背景同文化嘅所长，是指到滇缅洗澡村，就算对本地人来讲，如系咱们上述嘅所在。甚至是在讲是封闭哦，伊能睇老农海国内迅速对成立的天一日，盼能一只老农海强力行，大帮同外界来互通，而韩国党人认识伊能，未强下关心老农海同泰协国嘅环境议题。看这里，非常挺细表演。耶！好，祝福你啊！好，谢谢，难得今天跟小姐一起合照。有人看到总会红的老人家，就满意欢喜的讲要向下翕相。大料理就是薄荷、水疗，这个香茅柠檬，还有我们那边有一个叫赤盐水。大部分是我们这边料理的时候，不管是炒的、蒸的、卤的，都会放这些四大料理。妹妹，这个是薄荷。有人带点生意呢，认识各种的香料植物。其实你现在所看到的都是食材，可是你们不见得这一餐就会吃到。你是要让我们流口水啊？有人谈食材的技术，谈到都是咕噜咕噜，中秋就脱离队伍，入到点的地图，去送钱本人事。老农海国内纯属队成立的第二日，游览茶再来一大群人，今日有的是民农菜体的人，有的是对台北来的，来参加老农海的洗礼行。纯属队的队员就负责导览技术老农海环境的议题。就连长期关心水资源利用的等测试高数，马当当对屏东广来空间的支持。土地跟水跟人之间的这个三角关系是非常密切的，所以说他们会对于人类的生存的三大要素，尤其是水的问题，他们会更关心。那更关心的情况之下，他就要来到现地来看一看这一些的实际的场所，所以说能够把。这些环境议题能够借由观光以及借由巡守队，能够把这个知识给散发出去，那么也是可以达到民众对于水跟土的议题的关注。尽量不要靠近。你们看各位这个洞，你要踩多久？多深啊？10米、10米。算丈的啦。丈啊。好，丈米的话，这个已经挖到泉水，因为我们这是水源地。现在刚才我跟你们讲，在倾倒废弃物，他们在市区上，附近屏东县这边。我要拆瓦片，上车就是8000。轮到废弃物的理顺一定太，纯属队的成员也还有单枪38个人，而种的蔬菜有一定法。一路里来同外界讲无嘛嘅告别店面日报，为了保护水资源，隔天爱行出来，嘛欢迎诺波的人行入今年的种的地图来，一方面了解今年的文化，嘛帮外界看到今年独到的问题。我想俺哋一般想准备的观念来讲，刚唔讲希望说本年热啦，康康复复的也就大峡谷啦，甚至沙沙，过一边讲讲那时候还木头人去处理的生意好像沙沙东西，甲因为唔系贴身咯，嘛系啊，就是讲俺哋应用以及正面面对去防上也的问题。你看你挖那一块，比如说那一块可以产500万沙石，我回填大概要1000万，1200万。所以没那个能力。带领人下看沙沙坑，看老农海也下情形。纯属队的成员也下爱用太罗比露出来本人看的方式，将头一沙沙韩国乱倒废弃物变做係公共投篮的题材，希望將公共韓國環境教育結合起來，尋到下那島關心環境議題的朋友，共下來保護水資源。所以我讲，一到起加速变成一啲环境教育题材嘅，变成一啲更要咩一啲遊行，
旅行观光的伊个题材，就较能去了解说对遐所在吼，要有不正确的认识，甚至以后老本伊要感染，伊要安尼了解，就要天数啥题，大家买一种好事啊。你所有的，不管你做任何建设，做高速公路也好，做高铁也好，高架，你没有砂石，你根本就没办法做，对不对？包括你盖大楼。最後一站來到嘅沙沙涌參觀，係日拜四里行最精彩嘅。四年呢就估下睇沙沙台風，風勢搞沙沙。難得做得同沙沙嘅業者面對面嘅講話，睇人沙將親身出來解説土拉咩沙沙涌嘅主人，去表現遇到黑黑。其實沙沙業吼有那個從業的角色嚟講，以配合政府嘅河川管理吼，以睇一種我哋見到河川嘅疏浚當個吼，也拜透過機會吼，如果沙沙業在呢個即個行出來對沙皮講，因為做沙沙業對沙皮係嘛貢獻。啊，過另一方面，我哋都講有機會行業啊沙沙業就去了解因嘅吼，重新對一個產業有那個新嘅看法。雖然體協局嘅一條坑一條闊，咩也係沙沙業者操成嘅，唔過環境係太假。故所巡守隊嘛希望透過同沙沙業者接觸，見他們嘅向下加入來做環境復育嘅工作。像我自己我本身啊，也幫忙回填了大概最少有5公頃，最起碼就我把那個坑都埋起來，我把它回填，我自己也可以利用嘛。哦，它一舉兩得了。人同土地兩個農業有古道，環境創造得長長久久。日頭落山呢，大家天天呢對沙沙台風行下來，準備愛回屋下嘅，希望也未結束，係農海環境復育嘅開始。